1802年8月中英文字幕对照版初版拼音采用国音第一式，义和盛唐国乐团演奏。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曲钦婷老师、王明桥老师教导。搜寻请输入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字。愿意出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以众生解众生佛道。电脑网站的网址 http://106.1.249.168 http://106.1.37.103